一块乌乌长长的物件向位天顶落伫咧闸风玻璃，驾驶甲乘客全拢错一条。东西掉下来。驾驶甲乘客惊一个，赶紧甲车速放慢，停伫边啊，就惊后边的车袂护险，会阁发生对撞。当时我有在乘客吓一跳。当时车流不是很大，不然有紧急刹车的话，可能会有追撞。代志发生伫这个月7号，驾驶驶桃园计程车经过桃园中立领航南路，机场一运高架铁路下骹，强互落落来物件牵着。我有去看，就是一种较厚的橡胶皮的护垫。原来落落来的是叫牛春球芳集水带，主要功能是甲雨水流入排水系统。汤杰文讲，集水带是头一摆意外落落来。现在用新的材质是要用不锈钢，看比较永久性的来处理，而且它固定性也比较好。集水带落落来，好佳在无人受伤，不过车引擎挂所受损。汤杰文嘛表示，未来会加强检视，避免再再发生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